再来看台南后壁迄带乌树林园区呢，受吨大量的废弃物，顶礼拜就火烧。即马虽然讲有控制火势，也毋过内底呢，其实也是翕咧烧咧。较南边的即个所在呢，这2天啊拢有闻到臭味。环保局是讲有轮班的监控，遮的火要全部拍花，其实还阁需要一寡时间。 树起家具装下顶综合类废弃物囤几片，原本囤甲6、7层楼悬，这拢是今年7、8月份洪灾损害了后，暂时甲囤伫咧台南后壁乌树林园区。无经过记忆暗时煞熊熊导火火烧。虽然即马已经控制火势啊，毋过这2天东北风咧行，后壁区往南的所在，拢传出闻到臭味，昏高南空品指数23嘛出现。 干嘛烧？去要买个东西啊，然后出来那个味道哈，其实让人家很受不了，就是一定要把门窗紧闭啊，因为那个味道一渗进来，我们就会觉得呼吸会非常困难。今年城西垃圾掩埋场就烧了2次，然后乌树林这也烧，现在还在烧。烧这些东西会有一个蛮大的问题，就是它的空气污染会非常的严重，尤其是大家知道的大药锌，还有一些化学物质，甚至有一些重金属。 酿在下风处的人，当然就是首当其冲。实际到场这阵，油源搁咧翕烧，消防队先甲部分的废弃物加开，避免规区继续炭烧。环保局指出，这废弃物本正10月底就要开始处理，后来因为民众也未完全清好，才搁开放继续囤。环保局推测，天气豆豆变凉，加上废弃物已经囤一段时间，这阵搁兼有落雨，地势内面产生沼气。现场的温度相当高，哦，那个水再大的量，其实它也马上蒸发了。现阶段是用围堵的方式，不过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了哈。那因为在作业的过程中，在灭火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浓烟，我们不会放置在那边任由它继续烧。 好，所以这2、3天的作业是我们的关键点哈。环保局指出，目前4点钟轮班的监控，现场有5台水车、3台怪手，各开3条水线来处理。因讲目前重点会申请较大的空间继续拍火，确保火势袂阁炭开。另外，卖加速甲废弃物委外处理好势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